后面特别接近花莲，也可能会落大雨。下晡花莲落雨是落真大，也造成这灾情严重。这代替的河仁站，这个所在呢，这个水泵线甲铁基路砍掉的，也那台九线要2搭是放落来，这铁路公路是无法度通过。要一台这自强号受到水泵线的通报，先伫咧磅坑内面预防性停车，也那代替是如果讲到半暝，拢是无法度修复的。号召沿线并连落来，阻断铁路现场伫花莲台九线159.3公里大清水明磅坑，搁向北160.3公里的所在，共款有土石崩塌，路全部被砍掉咧，无法度通过。另外，铁轨路也互土石流引起，抑搁一个自用号列车接到土石流预警，停伫咧磅坑内底。初步了解是列车离开了后，土石才冲落来，无造成人员伤亡。在火车上好像有听到火车被撞击的声音，后来就停在山洞里面，停了蛮长一段时间。方面影响，花莲日下晡开始落大雨，河仁车站因为顶悬台有定60公里的所在崩塌，土石流因铁轨路河仁站到中德站之间交通断去，这场大雨也互台九线2个所在崩塌，公路铁路拢受阻。加多久不知道，他们还不确定，因为他们还在抢修之中。这个部分都还在评估，要先等公务单位确认评估它需要抢修的时间，后续我们才会启动相关的应变机制，包括旅客的转乘接驳。花莲宜兰火车头拢是旅客，代替回应各级列车拢平安无受影响。不过大水雨一直落，加上土石一直连落来，无法度抢修。有个2日半暝啊，进程拢无法度恢复通车。控诉03大地震也对花莲港造成损害，渔港部分码头被开。码头后线的备填区，然后有部分的土壤异化造成这样，因为50到70公分的陷落。花莲区议会也部分码头渔船进出的港翠航道地面，技术碰起来惊渔船受损，渔民拢选伫大路了后才出港。港公司表示，这是为控制大地震了后上严重一摆，来要完全修好，恐计要等到年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